好，教一教大家阿門頌，好簡單。佢既然話係 F 調，你就數啦，全全半，全全全半。數嘅過程你就會發覺呢一個 B 其實係 B flat 嚟嘅，OK？咁所以咧4就擺定好咯喎。咁呢首歌最低個音咧係7啦，咁所以就其實你擺翻原本，跟住7嘅時候攞落嚟，跟住1嘅時候轉翻上嚟都 OK 嘅。咁左手咧就照彈翻1、5，1、2、3、4、5係啦，照樣啦，個4都係有機會係彈 B flat 㗎吓。好，咁就太近唔好聽。你練開始嘅時候可以，但係練練下咧，如果可以嘅話咧，就離開8度。咁啊，先分手練好右手、左手，咁最後合手。我而家就彈一個左手嘅版本，合手嘅版本俾大家聽啦。咁你會留意咧，我個左手係盡量連嘅，右手咧唔係一定要連晒，不過咧每一個阿門都要連啦，跟住斷一斷，第二個阿門都得，呢度連咯喎，跟住又斷一斷，門，OK，好啦，咁跟住咧就係快歌嘅彈法啦。首先你可以用普通嘅4拍，咁啊當係快歌都得噶啦。你哋彈啲短啲、斷啲就得噶啦。咁例如你們要讚美耶和華，你們要讚美耶和華，OK，咁就已經係第一招啦。不過你唔好唔記得個 B flat 啦嚇，3、2、1、2、3，跟住1、2，咁就彈嗰個 B flat 就得噶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就將佢變化下咯喎，仲記唔記得快歌嘅第一種彈法就係咁就得噶咯喎。咁啊2拍就做一個循環，咁即係一個小節咧就2個循環啦。你們要讚美耶和華，在他的聖所讚美他。你們要讚美耶和華，噠噠噠噠噠噠噠，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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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，呢種第一種嘅跳音嘅彈法，就將佢嘅第4拍，記唔記得我括弧咗個位咧？係啦，就係咧唔彈最後嗰個半拍，咁就變咗做左右右左右左右右左右左右右左右。你們要讚美耶和華，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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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噠噠噠噠噠滴噠噠，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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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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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噠係啦，咁同第一種嘅彈法係改少少啫，就係第4拍由1拍變咗做半拍，唔彈最後嗰個半拍。好啦，咁跟住就係最難嘅咯喎，就係左右左左右左。不過你諗下，佢其實係我哋以前學開嘅2拍半，其實又唔係好難啫。你當佢慢歌咁彈，左右左左右左。如果咁都彈唔到咧，你就彈翻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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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彈熟咗啦，先至攝嗰半拍左。你們要讚美耶和華，噠噠噠噠噠噠噠，跟住彈短啲、快啲咁多，咁就已經係 OK 噶啦。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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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成件事如果咁都做到，你就試下考慮左手將佢一個音就變咗做8度啦。咁其實咧就教咗你大致3個彈法啦，就係首先係左右右右，咁如果咁都叫一種彈法咧，4種彈法添。第2種彈法就係左右右左右。跟住咧就係左右右左右右，最後咧就係左右左左右左。哇！如果你呢幾種彈法全部撈埋一齊，咁就好唔得掂。我而家彈一個全部撈埋一齊嘅版本，即係話頭先所有嘅嘢都教過晒㗎啦。問題你能唔能夠每一樣嘢都熟，之後就撈埋啦。自己試下玩下咯喎。